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我周法學講堂。我今日咧有一個短嘅議題咧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呢個議題咧就係叫做受生債。呢幾日咧，近日啊，好多善信啦不斷向我查詢，乜嘢叫做受生債？到底呢個受生債對人生嘅命運有咩不良嘅影響咧？咁我咧就翻查咗好多典籍喎，同一直咧就揾唔出有關嘅資料。咁咧懷疑咧呢啲係現代人咧創作出嚟嘅話題嚟嘅。咁而且我對受生債咧呢樣嘢咧，我就議題啊，我有不少疑點。咁咧首先咧，我懷疑緊佢嘅成因啊，因為人生咧，如果上一世或者做嘅嘢咧有啲唔不妥善嘅地方咧，就形成咗咧叫做冤親債主。但係咧，當人一旦無常歸西之後咧，喺陰間咧就點樣欠債咧？欠啲咩債咧？係咪行賄不遂咧？或者係陰間嘅神子咧有問題咧？呢個我覺得呢簡直係無稽之談，因為咧冇辦法證明，亦冇辦法推斷到點解會有受生債呢樣出現。我哋大家都學過命理八字嘅朋友咧，都知道咧人生嘅命運咧係無常嘅，佢亦會有高低起跌、挫折，或者八字上面咧能夠清清楚楚咁分析同顯示呢啲人生無常啦、挫折咧係非常平常嘅一件事，不足以不應該有所呢個懷疑啊，或者有所嘅討論嘅。咁我哋除咗咧積極面對呢種人生嘅命運之外咧，可以借助風水力量咧去改善，亦都可以求神明嘅扶持，呢度都係另一種方法嚟嘅。本人咧對於呢種論述咧係唔可以接受嘅，即係受生債呢種論述唔可以接受嘅。我認為咧呢個係一個偽命題，係一種揾錢嘅方法。呢個咧當然呢個係個人意見啦，大家可以對我批評嘅。不過咧，我認為因為去做解受生債啦，如果你唔使考慮對佢實際效果，只係尋找呢個心靈上嘅慰藉啦，呢個都值得去做嘅。因為呢種方法只係安心啦，亦都係大家追求嘅目標嚟嘅。好，今日我講嘅題目就係呢啲啦。請大家分享同埋呢個點讚，多謝大家。